點解嘅？因為我諗佢應該佢哋咧爆炸頭着白色，佢買晒白色，咁我轉頭俾埋黑色佢着，咁啲人就買埋黑色，再買埋啡色，哇！叻係嘛？好嗱，呢一條褲，老闆務求自己唔使着。嗱嚟啦，呢一條褲 size 腰係26去到46寸腰 ，hip 係58寸，長度88 cm 啊，腰係26。條咧唔係話太長嘅。去到46寸腰 ，hip 係58寸，長度88 cm。你預大概去到腳眼對上少少嘅位置啊！呢條褲嚟啦，今日價錢329蚊。No， No，原價329蚊。今日有讚好直播、有公開分享直播嘅朋友仔嚟啦！關鍵字係 O 啊嚇 O。如果你覺得329蚊已經好抵，你可以打定先。揀咗顏色先。嗱 O 三個人寫 O 黑 O 白O 黑 O 米，呢一個係米色，買白色，係貨衣車啡色同黑色，係啦，啡。啡 brown 係啡， ，OK 啡。係啡黑。落單關鍵就係 O，今日關鍵字我買白色， 300幾蚊係咪啊？係黑色、唔使。啡色三個色。生意搞唔使。今日249蚊。哇！249蚊嚟啦！落單關鍵就係 O， 249蚊。 O 顏色加一 ，O 顏色加一係呢一個。picture 嚟，係拜拜。 Picture。 O 啊嚇，呢一個係 O 顏色加一 ，O 米加一 ，O 黑加一同埋 O 啡嘅。Oh my god！ 3、2、1 ，OK。Oh my god 個 O 黑 O 米 O 啡 O 黑 O 米 O 啡，我想講呢個係個版型好靚。係腳位係可以做翻個束腳嘅設計。關鍵就係 O 顏色加一 ，O 顏色加一係呢個 O 黑 O 白O 米 O 啡小心。 O 黑 O 米 O 啡，大家睇下。真的哦，側邊真係好特別 handsome 係真係好輕身，好 handsome。好特別嘅呢一個側邊個版型位置，設計好靚㗎。係版型設計好靚。 Love and try。哦 OK，I try Oh you try。 ready，男女通款可以，好舒服啊！真的好薄的嚟。好薄，好 handsome。Oh my god！關鍵字 O。Oh my god！關鍵字 O。三個色，買白色、啡色、黑色。係加油啦！好輕好舒服。買白色唔妥。哎呀，係啦，同埋呢佢布料都係好薄嘅，布料都係好薄嘅真嘅。俾大家睇多次啫，薄料嚟嘅呢啲，好薄薄衫舒服，薄衫嗒嗒聲嗰種嚟嘅係，OK 嗎 OK， Look， ？Look 係好薄，好啱我哋香港咧，炎炎夏日。係關鍵字係 O， Oh Oh my god！Oh， O 黑 O 米分鐘好 O 啡，係啦，呢個其實灰灰啡啡嘅顏色啦，灰灰啡啡嘅顏色啦。 어디 가서? 헐, 짠다. 哦，舒服. 哦，帥帥. 帥帥帥，帥，哦，呢一條褲見到嘛？去到腳眼對上少少，好靚. 着落去到腳眼對上少少呢一條，男生都好靚. 男女同款啊，男女都着得嘅呢一條，好靚好靚. 後面位置冇做袋位，直接拍照拍照，自己人。拜拜，哦，哎，我得這邊，我得這邊。 어디 지금 전체 다 나오게? 你做咩？ 전체 다 나오게? OK OK。 One, two, three. One, two, three. OK， 아저씨, 哦， 아저씨 영수증 갖고 오셨어? 어? 嗱呢一條褲啊呢一個落單關鍵字係。嗱咁老闆173身高咧就會咧短啲，你會見到嘅，係啦，但係其實 OK 嘅。冇錯， 내용이 있어. 수량이 다 맞는지 봐야 돼. 好嗱呢一個同埋咧你縮少啲咧，佢就冇咁短咯。係係啦，咁你佢個可以出街啲版型設計人真係好靚，你哋睇下呢個位咧，佢咧呢度咧啲車
位啊，間，然之後呢個全部做咗皺摺咧，你睇版型係好好睇，佢版型好好睇，重點咧佢呢個米色咧係唔透嘅，係啦，唔透啊，係啦，好好睇。嗱，你想版型最出咧就一定買米色嘅，咁但係如果你話要顯瘦一定黑色啦，型。